风台嘛影响交通，今仔日的海运甲小三通全部拢暂停。因那机场的方面，今仔日咱国内的航班嘛全部拢取消。因那国内外航班计共是取消449架次。台铁、高铁伫今仔日下晡3点进前嘛是全线暂停营运。因那台铁后续通车的时间，就要看铁轨路的状况，伫早起的时会对外公布。另外，捷运的部分，台北捷运即马是15分钟一班车。丰台台台北捷运的运河线，因为风速达到停驶标准，昨下昼4点15分开始暂停营运。今仔日包括运河、淡水信义、中山新店、北南线，还有中和新路线，15分钟一班车，看运量甲风速才搁做调整。因那台铁、高铁今仔日下昼3点进前全线拢停止营运，高铁下晝3点了将会启动自南北的端点站，每点钟拢开3班全自由座列车，各站拢停。原定是要坐3点的车站，他现在就是变成说他，改成20分钟一班嘛，那所以变成说我就是提早回南部。我们明天才走，然后就是所以过来看一看，就是明天去桃园的高铁站的那个班次会怎样。拄好休热旅游旺季，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真多，担心风台影响，真多旅客一早起就来报道等消息，要人来改班机。爸爸妈妈有很担心台风吗？有，怕会停机。昨天为了飞机在发愁。明天早上航班被取消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行程很重要，还是得执行，所以我们就改成今天出发。今仔日国内外航班总共取消449台次，包括国内线214台次全部拢取消。国际航线班机桃园、上山、台中、高雄机场总共取消185台次。离岛的交通，今仔日国内各海运航线一个小三通的船班已经宣布全部拢停航。伫咧金门机场，昨早起有200多人要来候补等机位。97号以前的旅客在这里吗？因为丰台公路局宣布有警示封闭16个路段，重点路段包括台8线关湾到太鲁阁、台9线苏澳到崇德，一个宜兰县的台东乡第7甲线部分路段，南投县的仁爱乡甲信义乡也拢有道路封起来。另外，伫嘉义县的阿里山乡第18线，一个高雄市桃园区部分路段拢已经封起来。丰台期间风大雨大，民众若是无必要，请莫入去山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